咁大煙嘅？發生火警嗰陣，大家應該保持鎮定，即刻通知上司、當值經理或者保安部。喂，通知疏散啦，要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記住攞三寶啊！拎埋鎖匙、電話同埋濕毛巾。嘗試熄晒啲電器，鎖好門，然後立即疏散。沿途記得通知埋樓層內其他嘅人士一齊離開，避免置身喺濃煙密佈嘅地方。應該改由其他嘅走火通道盡快逃生。千祈唔好搭 lift，應該利用就近嘅逃生樓梯去到集合地點報到。之後再配合酒店緊急應變小隊嘅指示，去到集合地點之後，向酒店職員報到，確定身處於安全位置。遇上緊急情況，大家記得保持鎮定，按返平時嘅訓練咁樣應對，確保自身及其他人嘅安全。酒店安全環境有賴各位同事嘅合作同埋支持。